護老者真實分享黃先生的經歷。護信，護老歷程，互勉鼓勵，瞬間傳遞，透過故事傳揚愛與希望的訊息，作為與其他同路人互勉的信件。黃先生的護老故事。我於7年前剛退休，發現舅仔較多長期病患，雙腳腫脹，經常需要去復診，所以當時開始照顧陪診。轉變的關係，照顧讓我和舅仔變得親近，以往只會過時過節食飯。甜蜜的經歷，我變成舅仔的傾訴對象，以解其寂寞的心情。困難與克服，舅仔患有認知障礙症，較難溝通，自己只能加以耐性重複講解，放下執着。面對困境，第一時間想起太太。幫助你的人，說感謝或祝福。感謝太太以往多年一直照顧舅仔，現在由自己接力了。勉勵其他護老者，以基督教信仰作服務使命。護老者角色，教曉我同理心。如想分享你的護老經歷及勉勵其他護老者，歡迎投稿。你的護老故事經審閱後，有機會刊登於本中心網頁或電子刊物《護老三思》內。如果有需要社工代為筆錄，請致電護老者支援熱線389200101。投稿或細閱護信，請瀏覽 https://sws://org.hk care